认识一下啊，你说呢？奶奶，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我还怕您不同意呢。我的大孙子，你是懂事了。奶奶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陪您去那儿坐会儿。哎，走。好。哦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干嘛拿包挡着脸啊？没事。别走，把包拿了。不要，顾西青，你给我让开！哼，来，给。你，李逵，张飞，蜡笔小新。贺锦熙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吧？顾西城，我不就是混了个造型吗？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你能不能严肃点？能。没关系。没见识。是。贺大侠教训的是。喂，等一下，你说是你吧？你好久没跟我联系了。苏小姐，南宫琉璃现在已经不怎么出现在公司了。不过我听说总裁夫人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公司20周年的年庆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当然有兴趣，你帮我继续打听。好，那我会继续帮你观察的。拜拜。